老台语讲新闻，国内外大细事拢捌招文。讲新闻老台语，国内外大细事为头来讲起。咱查讲昨咱台湾新增加87个本土个案，其中家人就有22例。如假咱查讲家人加一个检测机画着，也有加3个学生囡仔画着，算算累积个案例已经95例。指挥官陈时中讲到，家人市市民拢总36万人，要开始用类普胎，又是哪亲像普检的方式，全面来体检。到底和一般的普检有啥物款的无同？另外，家人市又有啥物上新的防疫办法？咱要甲时间交予主播陈念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今仔日重要大细事为头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念伟。今仔日要大家讲什么说新闻呢？这个主题就是讲家人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。伫个31号的时阵，已经宣布讲本土个案有87个人，伫个境外入境嘛有152个人，其中伫个家人内底就增加22个人，啊，这范围嘛是愈来愈大。为原本家人的检测局变做是即马学校内底嘛有人，卖厝的人嘛有人感染。另外，伫个小食店啊，有其他所在，同款嘛是有人受到感染。目前咧，家人群聚案已经有91个人受到感染嘛。啊，针对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咧，指挥官陈时中就宣布讲，因为目前家人的社区快筛站一天敢若会当验2000多人，恐惊真歹造成这个清零的目标，所以希望宣布讲用这类普胎的方式来进行。啊，不过类普胎到底是啥物咧？要安怎做来进行？中央就宣布讲会提供这快筛试价，另外家人市政府会负责分、负责回收，啊，个负责来做统计，希望会当伫1礼拜以内，互所有家人36万人拢会当受到检疫。另外，带你来看第二张，大家非常好奇，就是这个类普胎甲普胎这两个到底有啥物差别咧？这类普胎呢，就是针对较细的所在，都亲像是一个社区，还是一个县市。若是做这个普胎，就是全台湾所有的人拢爱进行体检。啊，这个普胎的方式进行，就是用这个 PCR， 希望用这个医疗人员来斗3工来做这个体检，速度会较慢，检用的量会较细，成本会较悬。啊，不过若是用这个快筛试价咧，民众就会当伫厝内底家己来做快筛，速度会较紧，量嘛较大，成本嘛较低。所以即马家人的问题，都希望用这类普筛的方式来进行。啊，不过指挥中心就宣布讲，这个方式要强迫每一个家人的人来进行。啊，不过希望大家会当斗3工，希望会当解决这家人的问题。所以来看卖，就是这家人的防疫措施到底是要安怎进行呢？目前已经宣布讲，这卡拉 OK 小食店爱停业3工的时间。另外，伫这个警察逐工拢爱进行快筛，逐工嘛爱进行汇报。伫学校内底咧，爱暂停对外来开放，就是讲外口的人袂当进来学校，希望会当保护学校内底老师啊个学生。上运动课的时阵，嘛拢总挂喙红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，拢是共款。游泳课嘛宣布要暂停，学校内底大型活动嘛袂当举办。另外，伫专家人伫拍篮球的所在，嘛关起来3工的时间，希望这个措施会当来解决家人这非常严重的疫情问题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